大家好，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點樣經網上填寫及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電子表格。呢份係一份方便家庭為子女向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職學處轄下嘅學生資助處職學資處申請學前及中小學生資助嘅表格。喺我介紹之前，如果你想先了解學前及中小學生資助嘅詳情，可以去職學處網頁睇下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簡介嘅短片。使用電子表格有好多好處。第一，你可以節省申請時間，隨時隨地喺網上遞交申請及上載證明文件。第二，網上申請靈活方便，你可以暫存未完成嘅申請，以便日後繼續填寫。第三，電子表格支援流動裝置，申請人除咗可以使用桌上電腦外，亦可透過平板電腦或智能電話填寫電子表格。喺網上遞交申請時，你更可以配合智方便加流動應用程式呢個好幫手，輕鬆以數碼簽署功能簽署聲明書。有關登記智方便加嘅詳情，請參閱智方便網頁。此外，如果你係中小學生資助嘅持續申請人，並喺申請指引訂明嘅期間內，即5月31日或之前，經網上遞交附有完整申請資料及證明文件嘅電子申請，並符合學校書簿津貼同上網費津貼嘅申請資格及通過入息審查，你將較使用紙本表格嘅申請人優先獲發首階段學校書簿津貼及上網費津貼。電子表格有咁多好處，大家立即採用呢個既便利又環保嘅申請方法啦。接住落嚟，我會分別向大家講解點樣填寫電子表格，以及點樣遞交申請及證明文件。為咗方便大家，呢套短片分為幾個章節，隨順章節次序觀看短片外，你亦可以揀選個別章節，直接跳到嗰度去睇。而家就開始講解下點樣填寫電子表格啦。申請表格主要分為8個部分，分別係申請人資料、家庭成員資料同申請嘅資助計劃、家庭住址、家庭收入、家庭成員涉及痼疾嘅醫療開支、用以收取資助嘅申請人賬戶、申請人附加資料同聲明書。提你，本影片各章節提及嘅評估年度，一般只對上一個財政年度，而申請學年就係表格右上角注明嘅年度。表格上各部分已清楚列明所需資料嘅有關年度同學年。另外，本處已推出職學戶戶通，方便申請人喺呢個一站式平台使用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電子表格等電子服務。你可以前往職學戶戶通主題網頁觀看網上示範，了解更多。如果你係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嘅持續申請人，只需前往職學戶戶通，按照指示完成相關步驟，就可以開啟你嘅預填電子表格。而其他申請人，包括新申請人，喺登入職學戶戶通後，就可以填寫電子表格。